劳动部分署长谢依荣涉嫌霸凌，新北地检署已经甲列做被告调查，依照渎职罪嫌侦办。团讲乌克兰发射英国飞弹去攻击罗西亚，另外美国宣布要搁提供地雷应对罗西亚的和平战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劳动部劳法署的8分署，一个公务员若像袂堪顶事，也就是分署长谢依荣甲霸凌，这个员工怎想袂开行底路？因为劳动部事后调查讲，行底路和霸凌是无直接的关系，引起社会愤慨。有风声讲，今年2月，苏东市的政务处长王安邦有约谈谢依荣，劳动部记录怀疑劳动部咧接案。内政部长柯明春已经出面强调讲，家己唔知影代志的详细。要真相！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8分署公务员行底路的事件，凸显员工过劳，还有分署长谢依荣哪像长期甲下死霸凌，时代力量甲基进党早起去劳动部抗议，针对代志发生了后2礼拜才公布，还有调查的结果表达不满。劳动部副署长黄玲玉，伊正做调查报告访谈员之一，伊讲调查小组拍拼找出真相，不过因为时间真短，确实有所限制。调查出来应该是说他没有对无缘有直接的霸凌，但是因为他的领导风格造成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可能有间接影响。事实上，这个结论是有证称他是职场霸凌，而且情节重大。有风声讲2月份就有劳法署的同仁တင်情，迄当阵的政务处长王安邦就约谈谢依荣，迄当阵的部长柯明春嘛互指控讲是假案。针对这点，伊讲迄当阵无法度随知影而且处理，伊感觉真失礼嘛真遗憾，嘛强调讲伊迄当阵并唔知这件代志。王安邦次长要约谈谢依荣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晓得。他约谈他之后，照理说要往上呈报，也没有。有牵涉到职场的霸凌，我一定是零容忍，我一定送政风，把它查清楚。如果是有这种情形，我们当然要惩处。不过代志发生到大，当事者谢依荣一直拢无出面。20透过声明讲伊有反省，嘛有找律师强调讲，这个员工行底路的原因，甲伊管理的风格失当并无关系。而且劳动部考察会结果出来，副署长谢依荣记2期大过，确定免职。部长何伟山口头请辞，至于请假并不出席行政议会。部长有口头请辞，院长也已经说过了，还是要请部长先完成手上的任务，然后先把这个责任追究完成。也有若干部会已经被检举、被揭露有类似的行为，我再次的重申，1周内完成调查，有就处理，没有就查看内部的这种反应机制够不够安全。杜永泰甲罗总统拢甲受到影响的公务同仁会失礼。杜永泰嘛向各部会下3项命令，请各首长爱自我要求甲调查，而且预防搁发生，也有强化机制保护同仁。目前专案移送检调，新北地检署已经分他2案，甲谢依荣列做被告来调查，向渎职的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安局的校长谢振华洪囝讲食酒醉，甲已经结婚的国防部上校乌白金，事后接受调查，煞搁提供假消息，去互国安局记2期大过，列做优先淘汰名单。检察院今仔日是全票通过单核，专案移送庭改法院来审理。国安局校长谢振华因为捌担任总统赖清德副总统时期警卫室主任，名声真响。今年却传出酒后伫街路强禁已经结婚的国防部姓尤的女上校。谢振华事后接受调查，假造无实在消息，去互国安局记2大过停职，列做优先态度名单。检察院2日以全票通过单核，移送庭改法院。先是体测成绩造假，又是酒后违法乱纪，竟然还敢提供不实的讯息给调查人员。这种害群之马，重创国安局形象，早就该汰除了。谢振华酒后失态强吻女子，严重伤害国安局的形象，还有台湾民众的信任。监察院以全票通过了对谢振华的弹劾，这无疑对现在军纪的涣散还有废弛敲响了警钟。监委表示，谢振华伫内部调查违反公务人员诚信义务，讲做女方不是公务员，地属国安局用唔对的资讯对外说明，侵犯女方的人格尊严，嘛伤害国安特勤人员的名声甲形象，情况真严重。所以监察院13位委员全票通过提案，单核谢振华。国安局回应，尊重监察院审查结果，配合后续庭改法院的审理。你在外面的行为举止，照理说都不应该有这些状况了，而且又那么
大胆放肆，我考核、教育、训练跟这个都是一个循环，那个有一环没有做好就出问题。谢振华身为国安局人员，任务牵涉到总统等国家重要人士的近身警卫安全，行为操守要更加严格。不过较早争议就不断，包括体测成绩假造唔知落台。谢振华触犯禁期，严重损害国安局的形象。立委认为国安局应该启动内部调查，避免国安人员颠倒变做国安老旁。记者综合报道。观光署统计全台湾的10大景点，今年彰化鹿港摕到第1名。今年前9个月的鹿港都有1300多万的旅客。那去年的冠军是台中一中上宽，今年是落到第9名。鹿港天后宫前有真侪小学生做伙翕相纪念。鹿港老街有真侪人来行大食点心，买当游古迹感受人文。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1月至9月，全台湾10大景点，鹿港老街也甲周边地区得到头名，有观光客列入当年一定会来的名单。当地店头家嘛讲，这确实人有较侪，无意外。鹿港好像是我们每年必访的行程，我觉得这里的人文啊，就会想过来走走。路又很好，走的都变得很好，都很好走啊。吃小吃便宜啊，大家都来这里。规划的还不错，对不对？观光署统计前9个月观光区数据，鹿港老街甲周边地区以1355万人来过，领先全台湾各大景点。去年榜首的一中上宽落到第9名，旗山老街、逢甲夜市这景点落出榜外。丁公署认为，鹿港有真特别的文化底底，是侪人爱来关键。观光来到鹿港，都喜欢来到我们鹿港的老街，还有包括一些鹿港的一些古迹。还有一些寺庙走访，还有文化有底蕴。当然，景点必须要不断的求新求变啦，那就是说，一个老的景点，你必须要这个跟业者一起去研究出新的玩法，这样游客才会不断的回流。观光学者表示，公单位真愿意把资源放伫上宽型旅游据点，袂过干那注重风景区，嘛因为景点变多，游客颠倒分散去。日本的景点袂当满足现状，必须持续求新求变，想出新的算法，才有可能让游客一直搁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甲乌克兰相战已经超过1000日啊！前13日，美国批准乌克兰会使射 ATACMS 飞弹系统去攻击罗西亚。即阵佫传讲，毋若是美国的飞弹，乌克兰嘛发射英国制造的飞弹暴风影。毋过，英国和乌克兰拢无证实这项消息。另外，美国毋若是 ATACMS 会佫提供乌克兰地雷去反制罗西亚的步兵战术。那罗西亚这边呢是放消息讲愿意谈判要停战，不过条件是食人告告，要求乌克兰要放弃2成土地，嘛袂使加入北约。乌克兰伫发射由美国援助的长途飞弹、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攻击罗西亚了后，20日传出发射12粒250公里射程的英国制暴风影巡弋飞弹，攻击罗西亚西部的库苏克州。不过乌克兰是拒绝证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因为罗西亚伫战场该采用步兵的战术，所以美国决定提供伤害性地雷予乌克兰。The landmines that we would look to provide them would be landmines that are not persistent. We can control when they would self-activate, self-detonate. 美国甲英国提供武器予乌克兰，外界讲这亲像拍开万恶的鸭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如果为美国遐摕到计共2亿7500万美金援助的计划，包括无人机、海马斯火箭系统甲火炮等等。不过专家是认为无乐观。This is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Ukraine is on a losing trajectory, and this seems very much like a guilt trip on the part of the outgoing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防空警报又搁咧弹，罗西亚、乌克兰的局势这2天搁一界升级。美国、意大利、希腊甲西班牙等等的国家，20日暂时甲驻基辅大使馆关起来，因为烦恼罗西亚会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不过乌克兰批评讲，这是罗西亚散布的假消息，因乌白喊讲有大规模导弹甲无人机攻击，要互大家感觉惊吓。Інформаційне нагнітання, яке було сьогодні, якісь панічні повідомлення, які пересилали, все це тільки розсієш і допомагає. Будь ласка, бережіть себе, допомагайте нашій армії, дбайте, зокрема, щоб ніхто не міг використати ваші емоції в своїх власних інтересах. 罗西亚拍乌克兰超过1000天，莫斯科这个时阵嘛讲，愿意甲美国都要上任的川普政府谈判停战的协议。不过这条件对乌克兰是真不利。包括并吞乌克兰2成的领土，未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
北约的军队嘛袂当出现伫咧乌克兰的领土，敢若接受包括中国甲罗西亚等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保证，嘛袂接受犹在乌克兰发展军力。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美国准总统川放调讲，上任了后会宣布紧急状态，甲非法的移民拢强制赶出境。所以目前伫咧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都出现真侪移民，想要趁川上任进前紧入境美国。不过地方执政的政党无共款，可能毋是逐个州拢会配合。亲像共和党执政的德州，当然是听川普的，嘛会准备去拘留所，甲非法移民关起来。若民主党执政的洛杉矶是已经立法要禁止逮捕移民。今年的2月，Georgia州有非法移民涉嫌杀死一个查某大学生，互判无期徒刑，袂使假释。因为川普政府对移民的态度是大正硬，嘛互外界拢真关心这起案件。Count 1, malice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2, felony murder. I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Count 1, malice murder. I sentence you to lif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这件大家真关心的命案是伫2024年2月2日发生的，地点伫乔治亚大学校园内。现年22岁雷肯莱利当地走近的时阵，去互匪徒暴力攻击，想要性侵了后杀害。凶嫌荷西安东尼奥伊瓦拉，2021年为委内瑞拉偷渡入境。根据政府的调查，伊是委内瑞拉出名的乌道阿拉瓜列车的成员。这个乌道伫美国的活动范围有16个州。非法移民甲边界安全是这届美国大选共和党主要议题之一。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已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选定是边界安全最高指挥官。同时，川普嘛前一届宣誓，正式上任了后，就要展开大量逮捕也甲赶走非法移民的行动。对这代志，一寡民主党执政的州甲城市地方首长先后表明，会坚定拒绝未来川普政府的措施，除了甲执政范围列入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阁要立法禁止地方警力甲联邦单位合作执行逮捕，也是赶走非法的移民任务。亲像洛杉矶市议会都通过类似的立法，并得要开始实施。另外，马赛诸塞州政府嘛重新申请加入无合作的行列。根据福斯新闻网的报道，移民局20宣布，伫马州逮捕3个非法移民，因分别伫美国甲巴西这个所在犯下性侵儿童的罪名。当地华府得要改掉换代的空棚，墨西哥甲美国边界有出现真侪非法的移民，希望伫川普上任进前会当入境美国，找一个庇护城市，也是庇护州通生活。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伫阿富汗6款3年的塔利班一直咧限制女性的权益，毋但要求女性爱甲面含身躯拢往起来，禁止伫咧公共场所出声。即马阁要控制百姓言论思想。塔利班宣布，所有反对伊斯兰、反对政府的册，拢爱列做禁册，为市民甲图书馆贴落来。塔利班警官徛伫赫拉特市海关仓库内底，检查为伊朗进口到阿富汗的册，已经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权超过3档的塔利班，过去严格管理对伊斯兰教法的解说方式。3个月前开始对进口册内容做搜查甲评估，包括反对宗教信仰、教派、甲伊斯兰律法、政府，还有活体相片的册，拢要求册店甲图书馆下架。در اونها مسائل اختلافی، مسائل اختلاف مذهبی، عقیدتی باشه و باعث ایجاد مشکل بشه در جامعه ما و کتاب‌هایی که تصویر داشته باشه تصویرهای جاندار داخل از او باشه بر اساس پلیسی。因为甲伊朗同款拢用普斯语，阿富汗国内大礼拜为伊朗进口的册有数千本。今年10月，阿富汗资讯甲文化部宣布，已经查明有400本的册，甲伊斯兰、阿富汗的价值观互相冲突。其中大部分的册是为市场收集到的。另外，包括东方将新民的黄昏、人质耶稣，嘛分别因为反文化甲言论对新民无礼貌，拢互列做禁册。甚至连阿富汗前教育部长巴尔基用西亚角度看待阿富汗的作品，嘛看作是和平宣传和禁止。کتابایی میگن که درباره توهینات به دین به فرهنگ افغانستان به نظام افغانستان که توهین کنه اینا ممنوعه میگم نیارین بعضی از کتابایی که تصاویر مبتذل داشته باشه اونا رو میگم ممنوع نیارین
暂时，塔利班政府已经发放《古兰经》加其他伊斯兰的文字资料，代替受到查禁的册。有科布的出版商表示，近前阿富汗政府虽然造成社会真侪乌西压力甲其他问题，冒册和查禁，也毋过至少有言论自由。暂时，塔利班有真侪新早行为，互因真歹做代志，嘛互社会惊吓的气氛是解脱。虽然塔利班伫阿富汗社会制造恐怖的牵制气氛，也毋过有关有册上保留部分的禁册小小阿白。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因为 Trump 自来拢正支持加密货币，所以自从 Trump 选调美国总统了后，美国人就一直咧唱悬。尤其即阵有风声讲 ，Trump 公司要甲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买落来，未来可能就会放零关税。这个消息就带动美国人失去到美金的9.7%。I plan to en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the crypto capital of the planet and the Bitcoin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川普伫选前捌夸口讲，若当选美国总统，要成立比特币相关的政府部门。即马这个承诺可能变作真的。川普的团队传出，正在考虑伫白宫设立一个新的职位，专门负责加密币政策。各界嘛有期讲加密货币监管机制会放量。拜日《金融时报》表讲，负责营运 Truth Social 的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会收购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Backcat。目前双方正在协商，这利多消息嘛，互比特币是直直起，而伊伫欧洲早盘失去超过97000美金，观测人数有期讲加紧到90万美金。加起来对川普当选以来，比特币已经起30%以上，今年以来起伏阁超过1倍。若是比特币起甲正向，目前全球的加密货币市场价值已经超过3兆美金，公布创历史新高。其中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大量持有的狗仔币，同款是起甲正惊人，2礼拜就起要1倍。He's a big fan of Dogecoin, which is a meme coin, which aligns with his philosophy that the most entertaining outcome, I guess, is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And so it's not surprising, given Elon's connection to Trump, to see Dogecoin doing well. 不过专家提醒讲，虽然讲加密货币未来伫金融市场的地位有可能提升，但是目前阁无清楚全球性的监管措施会安怎发展。呼吁投资人嘛是爱谨慎看待，莫过度操作。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德国有一个画家，敢若3岁，有人出价超过台票1000万，想要买伊的第一幅图。这个3岁画家2-3天就会当画一幅图，外界拢讲伊是天才。目前是已经有2万人当要买伊的作品。就来摸到伊上介意的孔亮铁道米亚建立起家己专属的画室。当地德国巴伐利亚的3岁小画家罗兰特，也阁下流珠啊，身高只敢若95公分，甲伊的画布寸脚差不多。伊摕着阿古丽的颜料，接伫咧画布顶头，颜色真鲜艳大胆。佮加上抽象派画风，互伊 IG 伫4礼拜内就1万位粉丝，无到1年就累积9万位粉丝。也伫今年4月登上慕尼黑上大的艺术博览会，网友拢叫伊细汉皮卡索。Und dann hat die Familie von dem Ganzen mitgekriegt, Freunde, alle haben dann gesagt, Mai, und was hat er nice gemalt, Mai, das ist ja toll, ich möchte ein Bild. Und mir war das dann irgendwann zu viel und jedem Bilder zum Schicken, Videos, wie er malt. Ja, daraufhin habe ich mir gedacht, ich mache jetzt einen Instagram-Kanal. 罗兰特平均2天到3天就能完成100画，伊的父母讲，即马已经卖出25幅作品，大部分的价值拢伫1万到15000欧元，差不多台票35万到51万之间。而且有一个美国人一看到罗兰特的作品，就随出价29万5000欧元，超过台票1000万，就要买伊第100个作品。因过罗兰特妈妈拒绝，另外一个超过2万人伫咧排队等咧要买罗兰特的作品。虽然这间买的人唔知影罗兰特所来会画出什么款的作品，其中一帮叫做 The People 的作品有超过5万人伫咧画价。Also momentan ist fast alles verkauft. Es gibt Bilder, die wir nicht verkaufen, wie zum Beispiel sein Erstwerk oder auch seine Lieblingsbilder oder die Bilder, die uns besonders gut gefallen, die werden nicht verkauft. Die meisten anderen sind verkauft, aber es gibt noch ein paar, weil er produziert oder er malt ja ständig neu. 罗兰特的爸爸讲，罗兰特会当家己选择家己的未来，无一定爱一直画图，也会当学乐器或者是踢骹球。因过罗兰特即摆是继续开个人画展，互介意伊作品的画迷会当去欣赏。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